即摆花莲大地震，全台湾拢有明显的感受。太空中心也随改变福卫5号的行程，去翕咱台湾的东海岸。这灾前甲灾后的影像一个比起来，发现讲伫花莲山区有真侪所在是有崩塌的状况。即马已经甲相关的资料交予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那数位部也派出咱国内头一台载卫星通讯设备的网络行动车，互救灾行动的通讯会当更较顺利。 为福卫5号的卫星画面来看，2月甲4月旧山岛头前地貌出现变化。另外，2月、3月甲4月影像来对比，入不溪水头的山坡地有大规模的土山。崩塌的范围基本上看起来是利雾器的范围最大，后续。 的一阵多少引发一些崩塌，可是不会那么严重。有落石的坡度在这个地方，后续如果有强降雨，会更严重。花莲近海其早发现规模7.2强烈地震，华东地区影响严重，有部分建筑物倒去，造成人员伤亡。代志发生的这一天，福卫5号按算11点左右会通过台湾天顶。 所以，塔萨团队紧急修改卫星翕的排程，改翕东海岸地区。 甲灾前影像对比，发现真侪河川的水头好亲像崩塌，也有大片的土山。各将相关图纸甲分析交予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山区的地方其实是有很明显的崩塌地的一个显示的，也看得到河道附近其实很明显看得到有崩塌地的生成。我们做完指令之后，其实卫星也有一定的处理的时间，然后去接受我们的指令。所以到底我们这个作业时间上能不能赶得上我们要拍照的时间？其实我们那时候担心的是这个点。塔萨伫2010年加入消防亚洲计划，由福卫2号、5号提供紧急救灾处上。 进前福卫5号就为土耳其赈灾提供紧急图纸，这摆也已提到一本泰国电国的卫星资源。那我们成为他的资料提供者，成为他的分析者。那我们可以透过守望亚洲去取得前面提到这个太空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的一些太空协助。因为强烈地震的影响，花莲部分地区电力通讯网络断去，作为部派出国内第一台在卫星通讯设备的应变网络行动车，希望伫灾后处理顶悬。 为灾民甲救灾人员提供通讯更较侪帮助。记者综合报道。